接下来的时间再次邀请咱们藏北的著名称为是国章歌王热桑巴敦老师还有我们的那个市群艺馆的各位著名的舞蹈的演员还有我们那个成都市的各位舞蹈演员也参与一下咱们这个接下来这个国章舞，也就是咱们观众朋友也可以参与然后我们就这样咱们围成3圈第1圈、2圈就是我们的舞蹈演员然后4圈、5圈、6圈也就是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可以互相反正参与不会的学一下会的就是展现你的优美的舞姿再次来点掌声，有请热桑巴敦老师，掌声。谢谢大家，我再唱一首我们藏北的国歌，配手献给大家，祝大家参与的舞蹈，然后就我们一起扎西德勒，参们扎西德勒。强
扎西永远得乐啊！非常感谢啊，在座的每一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们啊，特别感谢啊，今晚参与的每一位兄弟姐妹、亲朋好友们啊！祝您和你的家人、兄弟姐妹、亲朋好友身体健康，生活愉快，笑口常开，心想事成，总之一切都顺心如意啊！今晚我们那个文化交流展演到此结束啊！